女人特意伪装成修女的模样，因为拥有13亿教徒的梵蒂冈今天要竞选出天主教的新一任教皇，而他们要去阻止一个阴险而巨大的阴谋，利用袖里乾坤无声地解决了门口的看守，然后用高科技屏蔽了教堂的摄像头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要在杜雷蒂还没有继任教皇前拿到天使安德烈的骸骨，否则天下将迎来地狱魔龙的入侵。但他们还不知道，其实杜雷蒂早就察觉了他们的小伎俩。他发出命令，让自己的亲信拿上神素材料制成的武器，去阻击艾娃一伙人。很快，两方人马就展开了战斗。为了节省圣环的能量，几人以艾娃为中心，选择前赴后继的保护战术。即使看着队友在奋战，艾娃也只能隐忍。不过，毕竟对方占据人数上的优势。转眼间，艾娃被克拉用弩箭逼到了死胡同。危急时刻，院长及时出现，击退了对方。在掩护艾娃逃跑的过程中，看到了院长背部有镶嵌圣环留下的印记。原来曾经的院长也做过教会的修女战士，可时间很短就被圣环排斥，因此他感到自卑，所以从未对外提过此事。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对艾娃严厉的原因。他也是变相的恨铁不成钢吧。此时钟声响起，教堂也冒出滚滚白烟，这证明新一任教皇即将要诞生。于是其他人守住入口，而艾娃便准备进入墓室。之后他们看到了墓室上写着“死者勿扰”的4个字。然而在外留守的人却看到曾经的队友急忙赶来，但自从丽丝被恶魔带去过地狱，如今大家也不确定他是敌还是友了。不知此事的反派克拉却挟持了他，认为这样可以让艾娃一伙妥协。没想到最终他因自己的无知而买单。丽丝一进来就对艾娃下手，大家瞬间就明白她是被恶魔操控，连忙控制住了她。可当艾娃真正进入墓室的那一刻，丽丝竟恢复了清醒，想起了以前的自己。进入墓室的艾娃感觉自己被人骗了，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天使的骸骨。不过很快她就知道了真相，因为天使安德烈根本就没有死，一直被困在梵蒂冈的教堂下。而艾娃万万没想到，天使安德烈居然能叫出自己的名字。